天生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是解释甲正文第12页，就是解释甲正文第12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释甲第8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释甲第8节。就是解说甲心如虚空，名之伟大，故愿无有。在前面，咱慧能大师呢解说八戒，也就是摩八戒波罗蜜多。在解说摩八戒波罗蜜多这个所在呢，先解说无我。无我呢，就是大意思。但在这个所在所指的这个大呢，就是咧指心量的广大。所以摕一个譬如啊，就是讲心敢若像虚空，但是虽然心参像虚空呢，心却是毋是一无所有。就等于参像讲，这个虚空啊，会当包含一切共款；心啊，会当互来包含万法。所以咱才有一句就咧讲做“心包太虚，量周三界”。咱即马说咧，应该对第9节继续来说明。正文就是先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静止，必无所事，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一议，为邪见果。现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遍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起来自由，心体无敌，即是不即。现知识，一切不即地，该将自性而生，不将为业，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目将其说空，心中不受此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将不可得，非我弟子。这呢，就是对这个大，也就是心量广大呢，搁再做一番的说明。先知识慧能大师伊讲到这个所在呢，搁再称呼一句讲先知识啊。先知识就是咧叫在座伫遐伫咧听讲开始，在 BQ 尼啦，以及甲即个官僚等等，讲先知识啊，讲迷人是口说啦，智者心行。迷人就是讲迷人啊，讲即个迷的人呢，只有在喙底伫咧讲语，也即个智者呢，就是心行。这个迷人口说的意思，就是讲虽然在喙，伫咧讲心的广大啦，或者伫咧讲自性灵含万法啦，伫咧讲这个道理。毋过呢，自己无体会。虽然是讲喙会晓讲。自己无体会呢，这名叫做讲做迷人口说。
第一只心性，就是讲迄个有智慧的人啊，在心呢自己伫咧实行，才能讲前面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这个心，讲心量广大啊，犹如虚空。也嘴安尼讲呢，在自己的内心确确实实会当来去体会到，尤其是在前面慧能大师讲起咱心根本呢是无真无虚、无是无非、无善无恶。当伊是心呢，也毋是方圆大小。也毋是青红赤白，也无上下中断等等。虽然是讲心是空，心呢却会当好啦，包含了万法，也对一切，不论是讲好人歹人，拢无该取笑，无该认着，无该染着。那对这个道理，不但是讲咱会晓讲，咱确确实实呢，会当来去甲反省，会当来甲体会，会当来甲实行。这呢，就是属于有智慧的人。所以，若是无智慧的人呢，是伫咧讲道理啦；有智慧的人呢，是自己伫咧体会迄个道理，自己咧伫咧实行，自己伫咧应用。这就是有智慧甲无智慧人的分别点呢，就是在这个所在。但一般的世间人嘛是共款啦。那一般的世间人，有的人呢嘴啊是真够讲道理，虽然是讲嘴讲是讲甲天花乱坠，但自己的心中呢，确实根本无体会。因为无体会，当然呢就袂当照咱去实行。有的人呢就毋是，有的人一嘴点点拢袂讲，但是呢，伊却是时时刻刻伫咧反省，时时刻刻在内心中伫咧体会，伫咧应用。尤其是咱佛法啦，若是讲只有在嘴尾讲，也咱在心无去反省，无去体会，无去用功，安尼佛法甲咱来变成无发生关系。也就是讲，佛法袂当好互咱来发生迄个妙用。佛法的妙用，咱是爱体会在咱自心。就是讲，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甲咱开始讲，对这个恶甲善不处不晓，又不染着。咱可能讲，若是单单嘴安尼讲，可能咱若是碰到迄个歹人，咱呢就以一种的拒绝的讨厌心理来去对待这个人。可能讲，咱若是实在有体会，安尼咱拄到一个歹人呢，咱心中呢会当包含这个人。心呢，会当好来用到这个人，所以我过去呢，有常常提一个譬如起来说明，就是讲迄个底金鱼的迄个玻璃洞底一尾两尾细细尾的金鱼迄个玻璃洞当然迄个玻璃洞呢，毋免够大个，迄个水也真清气，内底拢无啥物件。只有是一尾两尾的迄个金鱼伫迄个所在，伫咧游来游去游在游在，看到个地方是真好看啦。但是呢，迄个玻璃洞只有法度好底遐尔只细尾的金鱼啦。因为讲要甲伊底较济，或者是讲较大尾迄个鱼仔类，根本底袂落。当然啦，像讲龙，那更加无法度底落咯。因为这个海呢，就毋是，迄个海
非常的看非常的深，无限看无限深，所以迄个龙会当好在迄个海所在伫咧生活。毋过迄个海迄个所在啊，除非像讲龙迄款呢上界大的动物以外，搁再较小的动物嘛有。不但是讲有动物，无论是倒一项物件，拢都是伫海底。清气的物件、垃圾的物件、好的物件、歹的物件，拢堆在海所在。海呢，拢会当来甲用啦。那咱甲想看觅，到底是迄个海较好呢，或者是讲一个金鱼缸啊较好呢？迄个金鱼缸啊作用，迄个玻璃瓮啊。细细个啊，水甲下落，一尾两尾金鱼放会落，较济用力袂落。海，什么物件嘛会当用入落？咱伫咧学校修行人的心量，都爱参照海共款。因为爱参照海共款呢，所以无论是好的，无论是歹，无论是倒一项，拢爱用入在咱的心中。就蔡人家所讲的。恶之一线啊，境界不粗不小，也不严重。心像虚空，这名叫做讲大。咱嘴要讲啦，咱心呢，就是讲实在来去做看觅。咱有智慧人，在咱的心实在去做，实在去做呢。像是讲去碰到一个歹人，咱会当好原谅伊，会当好容纳伊。袂讲咱对这个歹人呢。咱无法度原谅，对这个歹人，咱无法度容纳，安尼才算讲叫做心量广大。在咱俗语有一句就在讲，讲这个宰相，伊的腹肚呢可以提高。这句的意思啊，就是讲这个宰相伊的心量诚宽，所以在伊的腹肚内底会当好提船。你看。一只船遐大只，会当好在迄个宰相的腹肚内面遐去听，遐过迄个船，这是一种形容啦。就是讲形容，甲既然当做一国的宰相，当然呢，就是讲伊的这个心量啊，爱非常的大。心量大、气量大，毋知会当好做一个伟大人物。所以这人伟大无伟大？毋是咧看你的金钱，毋是咧看你的地位，乃是呢伫咧看你的气量，就是讲你心量是毋是大。心量若大的人呢，就是一个伟大人物；心量若是客的人啊，无论是讲你的地位偌大，无论是讲你的金钱偌济，或者是讲你偌大的势力，这拢无路用，这拢袂当好做一个伟大人物。因为你心量无大呢，可能你的地位会失去，你的金钱会无去，你的一切拢会失掉去。你心量无大啦，根本呢，袂当好容纳一切，袂当容纳一切，这个所在呢，就无法度好大袂起来啦。所以伫这个所在，慧能大师伫咧讲，凡是卖的人啊，只是在嘴，伫咧讲甲天花乱坠，但是有智慧人呢。乃是在心中自己去实行，自己去体会，自己去应用。讲悠悠媚人啊，空心静坐，别无所事，自称伟大。讲要有一类媚人，就是讲对智慧对这个佛法无了解人。伫遮所讲的这个媚人，就是咧指迄个对佛法无了解的人。对迄个佛法啦无了解的人呢，伊伫个所在空心静坐。这个空心静坐就是讲心空空，伫咧静坐，也可以讲伊静坐的时阵呢，心啊着在迄个空的所在，别无所事，就是讲伊啥物事都拢无家想啦。这个别毋通个当作讲是一百个固定的数目，这个别就是当作讲所有的代志拢无去家想，心肝呢拢无去想东想西，安尼呢自称为大，自己呢就
称为讲安尼已经伊真正大。伫遮所讲即个大呢，可以解当作讲，伊即类人呢，自己以为讲哇，伊真了不起啦。因为伊坐咧家己拢空，坐咧家己拢无想东想西，安尼以为讲坐禅就是如此。讲此一辈人不可一议。讲若参像即类人，此一辈人就是讲参像即类人。讲参像即类人你呢不可一议，就是讲即个人是袂当好来甲伊讲，袂当来甲伊大家来沟通。为什么呢？邪见，为邪见讲。讲像即款人来根本你连讲都无啥甲伊讲，因为这是一种邪见的人。这个邪见的人，一个人的邪见实在是真正无容易来甲伊去掉。伊若即讲安尼对，你甲伊讲呢，根本讲袂通。所以这个不可一议内中也包含有迄个讲袂通的意思。事实上，坐禅并不是独在空，但世间人确实有真正侪曲解了。因为讲坐禅，既然是坐落，就是心要放回空去。即嘛坐了心，若是讲空去当时阵呢，哇！伊讲我呢已经有了不起的禅的功夫。所以每一遍坐啦，就是要着在迄个空的所在。那坐咧，就是一类着在空的这方面的人。为什么太解叫做讲这是一种的邪见呢？这个邪见该当作讲是一种的这个断灭见。这个邪见有两种，就是断见、相见，偏在两边，毋是在中，毋是在正，所以叫做讲邪。因为空心静坐别无所属，这就着在空，着在无，也可以讲就是着在断灭这边。咱佛教所讲的坐禅，在外表看起来是拢无叮当，拢无咧创啥，但咱坐禅实在心肝底伫咧用功修行，伫咧体会道理，伫咧参公案。所以外表看起来是无咧做啥，内心确实呢，却有伫咧起作用。当然呢，毋是着在空的一边。这是咱要来坐禅的人所应该了解的问题。对于这个坐禅，因为这是属于心理的功夫，这个心理的功夫又搁毋是咱一般的社会心理学，所以是一个真正深奥的功夫。对于这个深奥的功夫，咱毋通讲我著看几本坐禅的参考书，安尼我著要来甲坐。应该就是讲对佛法要了解较济咧，确实会当好来去亲近着过去在丛林、在禅堂有用功修行过善知识，来甲咱开示禅的道理，安尼才袂去减着落去。伫遮慧能大师就是讲，有一类迷人伊即马空心静坐。就是讲心放的空，伫咧静坐，心肝底拢无想东想西，安尼叫做讲伊是真了不起了。即类的人呢是不可一议，因为伊是一种邪见的人。下面讲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分明应用，遍伫一切。讲善知识啦。讲心量呢是广大，就是讲咱这个心非常的广阔，非常的大。本来这个心应该是无一个量可以讲啦，不过你若是无提出这个量出来，恐惊人无容易了解，所以才用这个量。所以这个心量，这个量那是一种的方便说。是为着要互咱了解，才甲讲这个量。心已经是超越了咱世间的数量，
应该呢是无数量。毋过伫遮讲做心呢是非常的宽，非常的大。到底是偌宽，到底是偌大呢？讲遍周法界，这个遍周法界甲周遍法界意思是共款，就是讲这个心是周围啊，遍满在一切法界，凡是有空间的所在，就是有心的所在。啊，这个空间啊，应该是一种无限的大。所以咱的心呢，也是一种无限的大，因为是无限的大，所以呢，心已经是超然的数量，这是我拄则所讲的意思。咱世间的无论倒一项物件，有伊的体积，有伊的数量，但是这个体积数量一定有一个限度，这在前面我也讲过去。譬如讲，咱一间厝，这间厝悬是3层楼，一层楼，或你讲起较悬的厝是4米，4、3是12米悬啦。啊，这间厝的大，譬如讲宽是20米，长15米，安尼就是讲20米、15米，啊悬呢，是12米。安尼算讲就是这间厝的宽数量。若阁起一间阁较大咧，当然呢，由这较大来比这间较细，变成有大小之分。自这个咱直直该推论起来，无论是咱世间偌大的物件，一定啊拢有这个数量，无一样物件无迄个数量。像是讲，咱现在是科学真正发达，咱现在是伫咧讲银河系，在这个银河系内底呢，有无量的星球。啊，这个银河系，伊的宽度、伊的长度等等啊，嘛是有一个数目。不过这个数目是用过这个光年来算，所以叫做讲光年，就是讲咱这个光啊。所伫咧走的迄个年，那一年迄个光是走几里？也以这个来算讲，迄个银河系伊的长是几公里，宽是几公里，高度是几公里。虽然是安尼来算来讲呢，确实有那共款是有一个数量，也算讲是在这个正过的这个太虚空内底啊。整个虚空内底呢，原来是有一个数量，有一个限量啦。不过咱这个心量的广大，毋是心量的广大是遍周法界，就是讲有空间的所在，就是有咱的心的所在。也可以讲，这个空间呢是包含在咱的心中，在咱的自性心中。所以看咱这个心啊。可以讲就是无限的大，心量广大，这是欲心的体所讲。欲心的本体，这是广大无边啦，或者大义无畏。无论倒一项物件，拢都是在咱的心的范围内。无有一项啊超出这个心的范围，安尼叫做大义无畏。但是呢，用这了了。这个用这了了意思，就是讲心量是空大啊，但是伊这个用呢，却是啊了了。这个了了呢，就是啊分分明明的意思。这就是咧指这个心的妙用。心那是欲伊的体讲起来，就是讲做理体；那是欲伊的作用讲起来，就是智慧的妙用，就是讲心的本体是广大无边，但是心的智慧呢，却是啊有零零角角、了了分明的作用。安尼，佫就讲做用即了了，讲分明应用，讲会当好来分分明明啊，来起即个作用，
为什么叫做应用呢？这个应用的意思就是讲，用到倒一项的物件，伊就有倒一项物件的作用。也就是讲，对世间心路漫长一切的一切啊，拢是会当互来贴地贴结，无所不知，无所不了。所以，就叫做遍知一切啦。讲这个心伊的作用呢，就会当互来了知一切。在《楞严经》内底，咱世尊有安尼伫讲佛的智慧非常的广大。大到偌大呢？就是讲，在这个3000大千世界外面，遐尼真远的所在，有落一滴雨，伊也知。譬如讲，这个乌鸦为什么是乌的？白灵丝为什么是白的？迄个青啊为什么是直直的？即款的拢会知。这就是伫遮所讲的，用这了了，分明应用，遍知一切。那是咱一般世间的众生，虽然是有一个广大无边的心量，毋过去互无明烦恼砍掉了，咱就袂当发生迄个作用了。咱有迄个体，无迄个用。所以不但是讲3000大千世界以外的一个所在，落一滴雨咱不知。咱若是讲伫室内室外落雨，若是喷较细点咧。若无迄个声音，咱嘛毋知讲外面伫咧落雨。譬如讲，迄个青仔为什么太直直啦？遐别个树仔较生弯弯翘翘呢？你会知无？绝对毋知。或者是讲，迄个白雨为什么是白乌啊？是乌的？你若问人拢，迄都微团呐，因老母安尼说伊囝嘛是安尼，可能你是安尼讲伊啊。那为什么原因呢？我相信这就是讲，动物学家来讲，伊原来是无法度来甲你解释出来。像即款的道理，咱世尊呢，拢会当好了知。这就是遮所讲的分明应用，遍知一切。这正正就是咧指咱众生心的妙用。最欠先听讲，咱今仔日节目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诸位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